总，你问我爽无？你问你快点，伊说马说关系有就好个哈。群众唔配讲唔接爽诶。我可唔给你吃你的寿司。不过安你，莫用拄到技术好，听说我嫌记，看我开掉诶。兴总哥，迄讲啲啊，还有话老人讲啊。因只下本打到按严重，警方也下，没你同心意咧。唔好嗰本太假笑你好冇？人爱一条弯，爱人强下去面对，心都嘅恶魔。挑战机，没顺天机。想看咱家个家庭啊，想看咱好安，想看咱好听，大家都爱你哦，也没强要。行到了味，你无甜无，做得了了，一下无，爱你头前，还有亲都给路，一行有你做伴，爱唔会惊。
丁丁啊，丁丁，丁丁啊，你莫硬送啊，硬送阿公做嘛呢？啊？阿公啊？你下次再喝醉酒，我就不理你。哦。你如果有心事，可以告诉我啊。啊？或者是跟土地公说，不要借酒装疯了。我知白公，我礼貌。白公唔歹势啊。哎呦，你那有事情呢？阿公说都安乐诶，想妈阿问题，想爸爸妈妈，错吗？才没有嘞。唔怕啦，按想就想啊，谁也想爸爸妈妈哦，真傻啦。我就是不正常的那一个，谁叫我是你的孙子？不正常。哎呦，我啦，跟杨妈妈喊来都是像你呀，啊？真的吗？哎呀，我怎么不知道？杨妈妈有打电话转来呀。是你打电话给他的吧？你来现在打电話俾我，唔好講我拜拜做了什麼啦。阿喬講，眼神嘢咯，會多人呀。我能做嚟做生意。真的嗎？呀。那我要先想好我要什么生日礼物。你哪個電路？你先放我下來。哦，好。你哪個電路？我要。不跟你說。不講排勢哦，我騙個孫誒騙150啦哦。好听，我呀。他世上丢位了啊！好听，好听，好。阿雲，過來啊！你怎麼給老媽打電話呢？媽有冇用哎？我免調事，我免調事，你去病癌，我免調事。做唔做事情 ？Sorry。冇好嘞啊！來老好聽還有嘛？不給好戲嘞。黑狗嘛，有什麼個事情，你又愛幫你做做。來老好聽就會變成孤兒了。
我们半夜就变到无摇的声音呢。你就我呀，你就我阿妹，那绝对要半夜就变到无摇的声音。爱无爱无也无爱。阿妹，爱惊，爱东惊。Don't be afraid, okay? We are family. We will always be together. 阿爸处理，I promise, okay? We will always be together, forever. 阿爸处理。阿苗，做啲很样，咪讲咗好呀。唔好用的唔走，痛的唔走啦。点点有拉艰苦的嘢，就算的啦。大蹦伊，大蹦伊。你要等下就去哪啊？你那做做的，先离开呀。唔过妈还在医院呢，妈出院要请着诶。妈妈不来咩樣啊？而家你冇晒個覆蓋。想去哪？哎呀，就去提扫。妈，送老妈强啊！好啊，等下注意前期。爸，你答应哪一件事情好吗？啥事情？莫再过大骂好吗？我冇打機啊！我諗講，睇人上所嚴格，等待一出題。哦。唔过，妈本日大多在医院呢。我冇打機，係時間跌倒嘅。大家，咩冇？小慧你，係咪警察嚟搞我哋講嘅？啊？係咪警察嚟搞我哋講嘅？小慧你，我老娘媽媽感情暗好，我讓我打佢咯，我做佢搞佢，安尼至少會記得，對冇？我冇打佢。阿媽哥。
救命阿公！阿明哥哥，你一定要让爱爸爸平安转来哦。爸。伯公啊，你都保佑我哋喎，做乜出生嘅呀？我哋從頭有冇平平落來啦？嗬，你同我，咩？我多買，我多買，阿妹，你睇我多買幾隻？我叫小陳阿姨咧。小陳阿姨，叫我以前食飯錢嚟冇？叫，我多買。大蹦伊，大蹦伊。阿哥，阿婆。阿哥，阿婆，山，小婷，谁？是谁 Surprise！ 啊！叫曾宗宇吗？你怎么会知道？别紧张，我是来送挂号的。我刚刚遇到个邮差，所以帮他把挂号送给你。不相信啊？我走了。曾宗宇，我走了。曾宗宇，我走喽。曾宗宇小朋友，我要走了。弟弟，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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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来，弟弟，来。有好，好，弟弟，黑啦，写信念。秋黑啊，蜡烛以前要写一年的。哦，我第一个愿望是希望小英阿姨身体快点好起来。弟弟，别多动物皮毛路哦。第一个愿望，第二个愿望是希望阿公阿婆活到100岁，永远不会老。当然，那你就变老也不会。唔怕，我有嘅唔怕。阿公哦，阿婆接受人嘢冇？你講人嘢冇？講出來啊！上帝念夢，裝唔得講出來。啊？講出來，裝唔住你。哇子啦！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噔，曾宗宇小朋友，两个登录。哇，这是张仲宇，我要唱张仲宇。我才是张仲宇啦！啊，你叫张仲宇，好好笑，好好
玛莎送的电路啊，你太脏了哈！小黑，快来到刚刚身上。哦，丁丁，喊你妈妈对上海天的灯笼呢。来，我给打开来啊！哇！好了，弟弟，安香哦！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为阿公买本啊，好好哦。丁丁，看呐，让妈妈一上的呀，哈。嗯。来，他赶紧来说给恁搞呀，哈。好来，给恁搞，耶！弟弟来食嘅啦，解人講嚇，當乜嘢咧嚇？當槍啊！哎呀，那是夢啦，夢後唔要請瑪莎，我來送來電路喎。唔是人的生意啊，村長。那是夢啦，雖然講你元旦嗰時候飛學教，我哋唔反對，所以時常笑啊，所以時常冇笑，你點會唔會笑啊？哎，啊，我唔係為咗笑你啦，為咗幫妹哦，爭留下來嘅。好，你交朋友你下有，要較好咧，啲元旦嘅成飯咯，你係咪較慣咧？你講可能冇過世，我講交朋友你唔好做人哋，因為講有嘢會。冇啦，該過夜之前哦就唔是講嘅。到底有乜嘅秘密啦？冇啦，我冇該秘密。阿那個，吃蛋糕。弟弟，阿公哪樣講？阿公哦，什麼是給龍糕？阿公是該煮個麵食的，你嘛？啊，來，來食。等一下，我有事情要拜托阿公哥哥。哦，阿公回去了哈。怎麼啦？阿斌哥哥，謝謝你。生日快樂！嗯。脚踏車是我阿公拜托你的吧？哎，你怎麼會這麼想？因為我媽說街上車子太多，不讓我騎，所以她不可能會買給我。雲頂又沒有車，很安全的。可是我還是很謝謝你。你媽媽今天晚上一定會打電話給你。不可能的，怎麼啦？他們從來都沒有記住過我的生日。好了啦，要不要打賭？賭什麼？如果他們沒有打給你，就是我輸了。我讓你到我的房間上網。如果我輸呢？如果你輸的話，暑假結束以前學會騎腳踏車。一言為定。阿紅哥哥，謝謝你。好，一言為定。謝什麼？小三八。
生哥哥，有震到。哎呀，郑爷，一下已经用。Happy birthday to you. Okay. 生日快乐！用班总算係狀態咧，一種人強勢接觸天公伯本人嘅痛，又本人快樂嘅世界，可能就揾到態咧。你怎麼了？婷婷，你要記住，這個世界上一定會有一個人，記得今天是你的生日。生日快樂！假使講每三人嘅上肚頭，都係有一些嘅天注定嘅組合。超人嘅生日係夾爸過生嘅日咧，根本安排嘅拄好，係丁丁老阿飛強日生日，唔係。甚至還較多。做去傾啊，希望歹勢啦，你原諒我好冇？冇安尼啦，因做在青米罩往严肃是人的地方，重新開始好冇？好冇啦？講朋友談到冇，我想我聽下謝希冇，誒，算啦，唔要，先生，得到。難強，唔通我俾人強啊？對不起，凱老公。你哪個強樣啊？冇變啊？啊？都當嘅，係我嘅人生經歷好嘅事情。
还个无多多去。你得强下接受治疗，你得强下面对，啊？请这样说。走，走。子盖先生，我们一起好不好？我應該相信，我拄到的人最好的人。我應該相信，木主條件嘅得三人，只會因為愛三人，承擔一件事，又做唔得講唔出嘅秘密。我應該相信，世界多嘅，只會有答案。我應該相信，今日暗部其實係個好嘅開始，唔係結束。我應該相信，要相信自己。大夢兒。你老记得讲啊！做嘛面对的？爸爸本人作咗，媽媽係應控制咗。生意呢，無可能見啲故事地都講起來啊！伊條做唔得先這也愛，也係無法度改變嘅命。也真重要嘅哦，要教佢哋面對困難，挑戰佢，發掘佢。迄搭生意就像按堅強。伊條面對家跑嘅嘢咧，比人較大，還做咧社會出來。你知道記得哦，唔拉堅強咩？有樣嘅調查局嘅，人稱殺手。什麼嘢？好聽好玩。來。好聽。爸爸抽完部的遺言，
警察捉走嘞。叫我个，有嘛个好叫？好聽，幫阿芬哥哥講聽。你都唔好本爸爸出來後，還繼續打媽媽，報復你咩下來咧？爸爸會離開，從地方揀唔到。好的，好的，爸爸唔會反應，爸爸都愛唔到，會愛媽媽。我家嘅心不平咧，佢冇辦法控制自己嘅愛流恨，佢嘅心肝肚空有隻怪物，佢所長會同數打媽媽。但我爸不你都走，爸爸唔係本人捉走，佢將係去治療。金哥，你就會我爸爸喎？當然唔會啊，等佢以後咧，爸爸就會走來哦。好聽，爸爸也還有其他嘅送去吹，佢所叫本人關燈。好嘅，阿爸。我個學生員工按到按呢個事情，搭上人開戲冇強用，我都冇強按堅強。好啊，冇講咯。现在手机，然后我知道幾號年啊？我嘅爸爸都冇搶佢對上年嘅阿有那些啊。妹妹求予給爸爸，唔要啊！我跟阿叔，錯啊！阿歲數年當好啊！我講幾號年啊？係講幾做我爸爸，唔知我爸爸咧啊？我哥，看同阿叔講，我至於給爸爸，做我們的親人很陪你爸爸。你原來的爸爸已經死了，你當然可以再要一個爸爸。每個人都有爸爸，不是嗎？不錯，我有阿爸咯。當然啦。你要去哪哪裡？别，爷妹去上海银行办事情，你紧彬彬的穿旗要做嘛呢？
做嘛见雷木做？妒忌的系嘛？你看咱不开有嘛东西做嚟做本身啊？嘛干？你会带俺出去撩吗？嗯，你会讲俺中睡觉吗？嗯，你会打俺吗？今日很用诶，问题很多。你会送俺给爸爸吗？发生嘛个事情系嘛？也系唔知我被本人欺负。有嘛个事情让我讲，我唔会老娘咪讲。我保证，喺原谅上，男美人之间的秘密。好啦，等准备好做得让我讲的时间，再让我讲。嘛干？爸。安台上做嘛个啦？烫透的啦！我来了。不要看。走，你得看。丁丁，我是妈妈。我和爸爸会在你开学之前回到台北。妈妈回来了！妈这里了，进来！阿兰，阿兰，阿兰，嗨，转来啊！嘿呀，来，保护俺两块，俺两块保护啊！不跳不？排泄啦，係咪攞嚟看保護嘅呀？哎呀，幹嘛排泄咯？該裝到40年前咯，按遠單寫嚟咯，大三咪搶到1塊保護啊！我寬咯，咩阿寬嘅寬，那你嚟到，來啦，寬啦。哎呀，如樣啊！中山真嚟，我哋爭啲嘅小工，看到學校做咩開學嘅，佢教育局飛教嘅命令，你叫我做嚟插在意啊！唔過政府係真係冇錢嘅呀。真係冇希望啊！哎呀，
爱无钱啦，佮就喊啲个乜个表演课啦，攀乜个万飞啦，佮讲嘢哦，一个一个哦，好啲个考察出轨啦。你云淡村的人哦，是农民，不是渔民呢。这个想到哈，我颠脑筋哦。好了，呢件事情哦，我哋要向人讲。迄样人啊，佢可能交朋友哦，其他做唔大。嘿哦，我想哦，今人啲路喺堵路期哦要排队啊，无所谓成人讲下。你咩回到期，啥一生意冇结婚啊？等到我妹啊，其实伊偷拍啥？你是单身很样啊？会欠钱啊？我迄样用啦。我冇登记啦，我唱迄幕选择反应听听啊。太自然什麼講，世界上最浪漫嘅電台，唔係因為時間減慢，佢係音樂幕，風景強揚，態度強揚，係佢聲音，佢嘅消息唔見睇咧，唔過強揚係啲心肝度。群众，阿姨爸。阿公，对不起，我不能帮助你。做一个小学生，让云顶国小不被笑。阿伯，真係唔相信，唔做得繼續幸福呀？第一擺第一見面嘅時間，你還記得不？差點還記得。婷婷，我要捨不得你啊！我的腳踏車，弟弟。慢慢來看解起的係未限可能對將來不講要嘅不應該想了會你愛這個表講你未要演配愛同解對，你這個應該沒人用，從早到早溝通愛上癮，假使有人愛你動情，依舊唔是對愛。張感眼天，高處無語。